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喙암实名制2.0，也就是透过网络来买喙암，这礼拜四就要正式来实施。行政院昨来召开着行政院会，甲报税软体甲修改做网络购买喙암的系统。民众当来会当上网来订买喙암，然后伫咧超商，或者是其他的所在来领货。一片也是5块，一届买3片15块，不过这个运费7块，民众爱家己负担。要让它很顺，让它好用。行政院伫昨开跨部会会议，喙암实名制2.0上紧拜四实施。现在我们应用新的科技，应用网络的技术，很多的专家大家来帮忙，现在正在压力测试。爱上班的人无法度摕健保卡去邮局买喙암，行政院决定讲喙암实名制改良版2.0，共款限制每7天买3片，抑过用网络注文，规划用健保卡也是自然人的凭证去买。也是拍身份证的2号摕回模式，除了超商嘛考虑其他地点，抑过爱家己负担运费。这1-2天，正紧锣密鼓在进行压力测试哈，包括从整个网络的预订。金流、物流，还有在整个超商的一个贩售，都要每一部位都要精准的到位。报税软体稍微加以修改，那让运用读卡机可以去进行注册这一部分是进行测试。那今天我们会试着就是对于不需要读卡机的这一部分来进行测试。行政院强调讲，压力测试完成后，就对外宣布，嘛估计未来每礼拜四会传系统更新的版本。